受地是别，阮师受地是苏南，大国地方别理，阮是庆乐，庆乐是大夫，大夫陪上师，上师陪中师，中师陪下师，下师有事人在管家同乐，乐着以大之经验，处国地方70里，阮是庆乐，庆乐三大夫，大夫陪上师，上师陪中师，中师陪下师，下师有事人在管家同乐，乐着以大之经验，小国地方50里，阮是庆乐，庆乐是大夫，大夫陪上师，上师陪中师，中师陪下师，下师有事人在管家同乐，乐着以大之经验，经家是所家，一夫必宝，必宝是魂，上农夫是救人，上处是8人，中处7人，中处是6人，下处5人，4人在管家，娱乐以是为他。第3章。万章文话，感文有定主话，不协定，不协贵，不协兄弟里友，友也下，友之节也，不可以友协也，并显主。必成是家也，悠悠5人言，乐境小目标，第3人则有望是义，显主是有处5人家友也，无显主是家家也，处5人家亦有显主是家，则不有是友谊，非伊必定是家为贤也。随小国之君亦有事，必会讲话。我有读书，则书是义；我有眼班，则友是义。王孙中社，则是我者也，非以小国之君为贤也。随大国之君亦有事，进边疆是有害党也。日文则日，则文则则，日文则日。为所属太监，时常不报，在不敢不报也。
贤将有处的意义，服务用天为也，服务是天是也，服务是天的也，就是尊天者也，非王公是尊天也。论上见地，地观生有二色，亦相顺，即为宾主，是天主的有匹夫也。用下正上为之贵贵，用上正下为之尊贵，贵贵尊贤。一一一样。